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7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陆军东引指挥部昨启动写简体字的气球，国防部表示，这应该是气象气球，会个进一步了解。台北北投早起9点外发生规模3.1的地震，地震中心表示讲是大屯山火山岩浆库流动造成的。一份全球读车的报告指出讲，英国伦敦上读车，台湾的台中是全球第17名，嘛是台湾上读车的都市。新闻开始来看，中国的气球嘛飞来咱台湾了吗？陆军东引指挥部昨发现讲，空中有物件落落来，是写简体字的气球。初步判断讲，这应该是气象的探测仪。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是认为讲，这嘛有可能是海漂的本色，所以唔免提升到国安的层级。国防部长邱国正是表示讲，虽然目前看起来亲像是气象气球，也唔过会个进一步来确定。中国侦察气球最近才来指示美中关系紧张。陆军东引地区指挥部16煞发现讲，空中有不明的物件落落来，伫咧拍庆场有捡到印简体字的气球配色。陆军初步研判应该是气象探测仪器。国防部长邱国正伫咧17回应讲，目前看起来亲像是气象气球，一切会来做进一步的研究。这个气象这个气球，但我觉得我们料理从宽嘛，我不这样就认为。所以我派一组人去做这个研究，会把它的细部了解了以后，再做一个结论。中国气球若是讲比较无人机来扰乱台湾，是毋是符合第1级的定义？邱国正否认，讲这是对应的处置。也若马祖的这个电缆线断去，邱国正直接讲，这就是国安危机。对外保持通联如果断了，当然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但我刚刚讲的，国军在这一方面都有一个复式的作为。不过，国防部这边无来公布气球配色的相片，引起争议。洪耀义讲是要甲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民众党的立委区成员伊是讲，国防部应该是伫咧国安情报稳面式的这个原则下，适当来对外做说明。不过，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伊是认为讲，这是海漂本色，唔免提关到国安的难处。两岸还是需要多沟通，怎么样让这些他们飘过来垃圾，我们要费这么多力气去清除，再回去给他们。我想这个气球应该没有牵扯到所谓相关的这个国安的这个议题啊。因为即使是民用的这个气象气球，它也通常具有这个军民两用的用途哦。因为这大气资料很清楚了，可以作为导弹或者是火炮射击的一个校正的一个资料。学者分析讲，这粒中国气球较细粒。无安装莫达，应该是去互风吹过来。不过，从这个俄乌战争，会当看到这个俄军用侦察气球来到达无人机啊进行搜查情报，国军都爱来预防这款新形态的战争手段。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总统拜登昨针对中国的间谍气球事件表示讲，把气球拍落来是正确决定，伊袂回失的。也毋过嘛，勿忘讲最近会当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话。另外，拜登虽然已经78岁，是美国史上年纪上大的总统，也毋过伊最近完成身体健康检查，意思是讲，伊是一个健康有活力的78岁的查甫人。对下命令，甲最近伫咧天顶出现的一寡间谍气球拍来，包括一开始伫咧2月初时拍来中国气球。美国总统拜登为家己的决定做辩护，伊话讲甲正当，批评中国的监控计划，讲会甲伊拍来是因为要清楚的甲中国讲，侵犯美国的做法是无法度接受的。If any object presents a threat to the safety and securit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I will take it down. We seek competition, not conflict with China. We're not looking for a new Cold War. I expect to be speaking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hope we're going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this. But I make no apologies for taking down that balloon. 针对最近一寡间谍气球的事件，美国总统拜登讲，伫最近将会制定更加严格的规范，包括设置雷达，对迄寡无法度辨识的飞行物做追踪、监控，并且甲伊拍来。除了第一个中国的气球以外，了后拍来3个。拜登讲，美国目前认为，这款飞行物体真有可能是私人公司或者是研究机构具有良性用途升起伫天顶的。We don't yet know exactly what these three objects were,
But nothing right now suggests they were related to China's spy balloon program. 为了间谍气球事件，拜登最近承受两个党的压力，被要求要说明规件代志的头尾。白宫讲，拜登拄则接受3点钟久的健康检查，一结束就返来上班。报告伫咧16暗公布，拜登顶一遍健康检查是2021年11月，迄当阵伊的医生讲，拜登是一个健康有活力的78岁男性，机场内面有蓝码已经撤掉。成为美国史上年纪上大的总统，拜登无讲伊的年纪。第14宣布要参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今年51岁海利，要求对75岁以上的政治人物进行强制性的心理测验。虽然无指名，也阁互人想到的是，伊的前头家76岁川普，也阁今年已经80岁拜登。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台北市北投早起9点外发生规模3.1的地震，地震七报中心表示讲，这个地震甲火山的活动有关系，是大屯山的火山岩浆库流动造成地震哦。嘛表示讲，这个所在平均2-3年拢会有一届同款规模的浅层地震，所以这届无啥物特别，民众嘛免伤过惊吓。地震发生迄当阵，监视器镜头小可害一个。早起9点8分，北投区甲阳明山地区的民众拢感受到涂骹有渗一个。这边的浅层地震震央就伫咧北投区，地震的深度4.8公里，随时规模3.1。除了北投当地感受到3级的震度，新北市的淡水也有3级，五股是2级。气象局证实，这边的地震甲火山的活动有关系。那我们初步判断这个地震的原因跟大屯火山的活动有关。那大屯火山在底下有一个岩浆窟，那岩浆窟的流体在流动的过程当中侵入到周围的岩壁，那造成周围岩壁在力的平衡上遭到破坏，所以产生了错动，那就引发地震。我们看起来目前没有觉得这个地震有太过于特别，因为它跟过去的活动情形很类似。资料显示，当地20年来已经发生过17遍的地震，发生的频率甲震源的所在拢差不多。顶一回是伫2021年11月，迄当阵的规模3.0级，拢是火山活动所引起的。你有民众担心火山的爆发，地质学家讲，火山异常活动甲地震无同，一般会伫咧几个月前就有现象。譬如讲，接发生地震或者是气流改变，因为目前这块拢伫咧科技部有监控的机制。火山活动呢，从好几个月前就开始会有很多征兆，包括微震变多，渐渐变浅，包括地表，我们从卫星的这个雷达干涉影像就会看出，那地表在变形，在隆起，那么开始火山有一些气体。成分会改变。学者讲，湘北的人口真多，若是真正发生火山喷发严重流出来，会影响的层面真宽。另外，中研院学者讲，就算是火山真正要喷发，也过几个礼拜时间。目前的监测一切拢正正常，民众唔免惊吓。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陈建仁上任后，今仔头一届去立法院施政报告备询，国民党的立委一透早就占领发言台甲备询台，佮呛声讲，若讲无要发现金1万块，因就会阻碍会议。另外，内政部昨公布房贷利息补贴有效资格，每一户会当补助3万块。也毋过在野党是质疑讲，这是乌白野钱，嘛要独立建商。内政部长林佑昌是回应强调讲，补贴的政策是支持民众，毋是鼓励民众买厝。国民党立委早起9点就占发言台甲质询台，佮话要诉求破发1万块，安尼无就无要互行政院长陈建仁进行上任了后头一届施政报告甲备询，佮强调是依照过去民进党的惯例，阻碍新过开。国民党团也主张每人花现金1万块，而且尽速尽快。来到立法院，当然我是以最诚挚的心来跟大家沟通。我希望这个杯葛不要造成相关的法案或者预算案通过的时机。
那为是放掉要阻碍规工，也阁有争议的是，毋那普发现金的特别条例，行政院会16通过内政部所提中产以下自用主体贷款户支持方案的草案，自用主体房贷补贴每一户3万，互在野立委即个是伫压钱，也阁会互无厝的青年阁较有剥夺的感觉。所以我们特别关心的是学贷族、房贷族以及这个所谓的通勤族他们的利益。高房价的问题是一个慢性病，需要时间来处理跟调养。林佑昌是讲，3年疫情，互社会若亲像当兵了后，需要随疼养身体。政策的重点是伫个优先照顾细厝的人。若是关注过这个问题，内政部已经拟定真侪项政策，会照顺序推测，问题的改善会互社会真有感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要代表台湾队摕到2018年亚运1块金牌、2块银牌的龙舟队队员陈武安，昨透早5点，桥多摆经过桃园市国际路2段文中路口，人落去一个深14米的坑内底，不幸死亡。这个所在正在进行水务局的污水下水道的工程，意外过程附近的监视器冇翕到。家属是质疑讲现场黑黑暗暗，佮无监视灯哦，望各位当赶紧来了解意外发生的原因。亚运凌晨金牌国手陈武安16透早骑奥多摆，冲破桃园区文中路甲国际路口水务局下水道工程的围栅，墜落去14公尺深的井底死亡。伫附近店面的监视器出来了，家属要求查明真相。除了质疑会误救人，也质疑当地定定出车祸，为什么就要等到出人命才来检讨？请问一下，你们8点上班就应该发现栅栏坏掉，应该就知道事情的重要性了。不管说里面有什么，你们一定要先抽水，一定要先跟警察讲，而不是10点多才叫打捞的人来。我们也希望检调单位要帮我们厘清，要帮我们调查我儿子死因的真相。我们只是希望还原一个真相而已，不要死得不明不白。相关单位讲，代志发生了，检视现场的安全措施，经过初步查核，拢符合交通维持标准。包括警示灯甲保险灯拢有正常运作。另外，防护措施包括时间围栅、防爆铁质护栏，也有防爆网拢有设置，而且拢是按照营建署的时间范围设置。附近的业者讲，警示灯有多，也过无够光，若是大部分时阵就较看袂清楚。你说晚上有没有亮灯？据我所知，它就是有亮啊。起雾是看不到，灯也看不到。起雾的话都看不到，而且你这种主要道路，它十字路口的话，有没有？它车速几乎晚上都是很快的。本处也会要求厂商能够增加一些扭折器护栏，避免外侧冲入，造成劳工安全及公共安全的意外发生。对金牌国手陈武安骑奥多摆墜落去公道井不幸死亡，体育署讲将会依照教育部体育署办理体育从业人员技能制作的主要要点，先发慰问金20万给家属，表达慰问。另外，请国训中心联络协会甲教练加关心，提供必要的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中国昨针对2件有卖武器予咱台湾的军火商，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和雷神技术这2间公司禁止因甲中国做生意。外界认为讲，这应该是中国将对美国把气球拍落来，对美国提出的最新的上新的制裁。美中关系因为中国间谍气球事件变作紧张，而且北京当局警告将会对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的有关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了后的隔顿天，中国商务部发声明禁止洛克希德马丁加雷神技术的子公司雷神导弹加航母公司从事甲中国有关的进出口。声明并无讲到间谍气球的代志，也无讲到前几天美国商务部限制6间中国企业的商业活动。These are symbolic and measures and unnecessary. That's how we view them. 这2间公司拢参加对台军售，不过拢无卖国防产品给中国。对相关制裁，雷神公司负责评论，
因那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发声明，讲对华的军售拢是政府对政府的交给。阮甲美国政府伫咧对任何国际客户的军售案密切合作。洛克希德马丁制作的 F-22战机，伫咧即边美国南卡执行，甲所谓中国间谍气球拍落任务，使用雷神公司所制作的 AIM-9X 响尾蛇空对空飞弹。中国商务部的制裁亦个包括禁止伫咧中国新增加投资，并且要求15天内纳交对台军售金额2倍罚款。不过要安怎执行罚款，目前也无清楚。去年2月，中国就已经针对这2间公司对台1亿美金的军售实施过制裁。伫国较早进前的2019甲2020年，也至少2遍宣布对这2间公司制裁，不过并无解释制裁的内容，抑个安怎执行。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法国工会伫昨发起今年第5波的全国大罢工，抗议法国总统马克宏的年金改革法案。昨的罢工对公路交通的运输影响较小，也毋过造成空中的交通大乱。巴黎奥利机场就取消3成的航班。工会嘛呛讲，若是政府无善意的回应，3月会过来发起全国大罢工。亚各种的旗号飘起，上街抗议法国年金改革。法国劳工反对政府把退休年龄对62岁延后到64岁，16发起第5波的全国大罢工。规模虽然无亲像进前几落遍遐大，不过同款秩序、航空交通大乱。Je crains que déjà, à mon âge, j'ai déjà des douleurs articulaires et je ne me vois pas travailler jusqu'à 64 ans. C'est physiquement pas faisable. Avec les horaires décalés, on travaille la nuit, le matin, l'après-midi, on travaille 7 jours sur 7 et... 法国民航总局宣布，拜四奥利机场会来取消3成的航班，其他机场嘛取消2成。工会表示讲，全国有130万人参加，这是1月19抗议开始以来上低。不过强调目标是要来延续抗争诉求。马克宏政府望讲会当来透过调悬退休年龄、减轻年金制度甲少年职员的负担。不过个国会内底讨论煞合唔入，都唔急，因为执政党唔是绝对多数，并且主张拒绝甲任何工会来让步，嘛受到真侪碰撞。Énormément de déductions de cotisations sociales sur les bas salaires depuis très très longtemps qui bénéficient en fait aux entreprises, que cet argent-là, que cet effort-là, il n'est jamais demandé en fait aux entreprises et qu'il est tout à fait possible soit de créer en fait un impôt supplémentaire, de rétablir des cotisations sociales, soit éventuellement même comme même le système de retraite actuel il n'est pas équitable en fait, il n'est pas juste. Il y a des retraites qui peuvent aller jusqu'à plus de 10 000 € par exemple par mois. 根据法兰西24的报道，民调显示讲，差不多有7成的民众反对马克宏的年金改革计划。一份反对改革的请愿书已经有收集超过100万人签名。激进的左派不屈法国的前总统候选人梅朗雄伊表示讲，工会会伫3月初7再度来号召全国大罢工，并且讲要让全国腔扭起来。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来看西班牙国会伫昨通过一份跨性别的法案，所有满16岁的人拢会当来改变身份证顶头登记的性别。西班牙本地就是少数开放百姓，只要发表声明，就当来变更性别的国家哦。比欧洲其他国家来讲，态度是开放真侪。西班牙国会通过表决，以191票赞成、60票反对、91票弃权，通过一项跨性别法案。这项法案准所有满16岁人会当要求变更身份证顶头的性别。西班牙平等部长伫咧法案表决进前，对国会议员讲，这是这届国会上重要的法案之一。Las personas trans no son personas enfermas, son personas, punto. Son quienes son, punto. Las mujeres trans son mujeres, punto. Y el Estado, a partir de hoy, os lo reconoce, punto. 进前，西班牙成年人已经会当要求改变身份证顶头的性别，要爱有医学报告证明有性别认同障碍，也管有总过2年荷尔蒙治疗的证明。未成年人本来是需要得到法官的同意，新法取消这款要求，即马是改做14到15岁爱法定监护人同意，12到13爱法官同意。不一
Espanha ser dos países pioneiros que vão aprovar esta lei. Eu vivo aqui e isso me dá orgulho desta precedência, desse modelo de exemplo para outros países aqui em Europa. 因过西班牙左派联合政府本来就无啥稳，这项立法恐怕会对社会造成重大分裂。伫咧扫这项立法的并顶部，是由激进左翼政党阮会党出任，属于联合政府内面较细政党，民众对此也有疑虑。 y son adoctrinados por esta teoría. Es decir, los niños pueden tener cualquier gusto, coches, muñecas, rosa, azul, y no por eso eres un hombre o una mujer. Ya se está intentando hormonar a menores. Bueno, la ley ya permite el cambio registral en menores. 西班牙对性别定义大开放，不过欧洲一寡真正就跨性别立法的国家，这几年态度变得较谨慎。瑞典甲芬兰已经开始限制未成年人使用荷尔蒙变性的措施。苏格兰伫咧顶个月也阁发生过有一个查甫人伫咧变性进前性侵两位女性，所互人关入去女子监狱的争议。英国伫咧顶个月也封管苏格兰的性别认同改革法。公司新闻陈伟林、张建光编辑。 再来关心托尼基甲叙利亚的大地震，造成41000多人不幸过往。联合国预估有700万的囡仔家庭受到影响，有真侪囡仔可能会变做是孤儿。另外，叙利亚长期拢有内战的问题，联合国嘛呼吁各界捐款来帮助叙利亚渡过难关。另外，嘛有好消息咯，当地托尼基有人互救出来。伫叙利亚西北部一间病院，这个查某囡仔哈娜今年8岁。 手骨石膏倒伫病床的，一直甲医护人员问因厝内人的消息，不过伊唔知影伊是规家伙仔内底唯一一个活落来的人。بعد مرور 33 ساعة حاولنا ننقذها هي وأمها وأبوها وأختها. حسنا نطالعها بس هي وأبوها كان من فريق الدفاع المدني وكمان متوفي. 托尼基大地震伤亡是真严重，根据联合国估计，差不多有700万的囡仔处境是真艰难。 亲像叙利亚，都有袂少囡仔失去亲人，变做是孤儿。虽然哈娜也有因阿公阿嬷甲阿叔家照顾，不过伊可能会面临手都要截肢，也有其他的病危。因因亲情大的所在是伫叙利亚反对派占领区，四界拢是因为内战有路无厝的难民。战争甲地震恐惊会造成因得到长期性的身心创伤，嘛真需要医疗甲民生物资的救济。 UNFPA launched its appeal for the whole of Syria yesterday in the amount of $24 million. We hope the appeal is only for the next 3 months. It will only address the very basic acute needs. That this is a sign that perhaps there may be some ray of hope and that we can focus on the most vulnerable people to build back not only the country but the region and give it stability. 托尼基甲叙利亚当地搜救队目前嘛也无放弃希望。托尼基安塔基亚市就有一个查甫人，伫地震第228点钟了后，互救出来。不过因为目前有生还者的机会是真细啊，灾区的救援嘛转做是提供灾民的人道协助，亲像是粮食甲住宿，还有要安怎伫咧当地温度要我0度的天气之下来生存，会是所落来爱面对的挑战。公司新闻牛间编译。 过来新闻，咱来看查某人哦，长期感染着 HPV 病毒，得着子宫头癌的几率会较悬。自2018年开始，国健署就推出各种的查某囡仔子宫肺的 HPV 疫苗来预防，保护率是会当有8档以上。妇产科医学会嘛呼吁讲，若是国家的财政有法度负担哦，应该查甫查某拢爱做。HPV 疫苗守护家中宝贝的未来。 大社发口号，呼吁各种女学生爱来子宫肺的人类病毒病毒 HPV 疫苗。人喂着 HPV 了后，一般无明显的症状，有9成感染者一冬内会家己消毒病毒，超过一冬无消毒，就可能造成子宫颈癌。若做 HPV 疫苗，会使预防7成以上的致癌的 HPV 病毒，保护力至少有8年。呼吁符合资格而且打过第1剂的疫苗的，那么下半学期啊，就欢迎来打第2剂。那万一还没有打过的，那你在这个符合年龄层，那你还是可以来打第1剂。
国健署讲 ，HPV 疫苗愈早做效果愈好。2018年开始推动各种女学生子宫肺的疫苗，每个人爱注2筒。2021年入学的各种查甫囡仔有注第1筒的比率是92%。另外，也有专家建议，把各种查甫囡仔嘛加进来。男生女生一起打，通常预防的效果会更好。那当然，如果国家的财政是允许的，我们是建议国中男生也来打。国中女孩子那么优先施打，它的成本效益是最高的。我们的政策其实也是不反对施打这个男生，但是呢，在国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国中女生持续稳定啊，达到90%以后，再来考量争取其他的经费。国健署表示 ，HPV 疫苗虽然使预防子宫颈癌，不过不是100%，因也有补助30岁以上的女性，每当做1摆免费的子宫颈抹皮检查，建议民众至少每3年检查1摆。记者郭郑俊由台北报道。防疫放令了后，员工的人潮回流，也毋过服务业卡手是个真欠缺。交通部长王国材之前表示讲，按算要来补贴新人的薪水。也毋过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是批评讲，补贴薪水无法度彻底来解决问题。讲台湾欠工、欠人才、欠水、欠电、佮欠土地，5大问题，政府就应该爱赶紧来解决，才有法度来改善咱台湾的投资环境。对新冠疫情等候、边境开放，各企业人毋望景气回温，也毋过煞面临欠工、欠人才困境，尤其是观光产业人才欠缺，挖要万外人。交通部长王国材进前提出，要补贴观光人才的薪水，通增加人力回流的诱因。不过，国民党主席也是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董事长朱立伦是批评，薪资补贴治标无治本，关键是伫安怎把人才留伫台湾。台湾真正的是整体的经济环境、整体的服务业的转型问题，以及长期以来怎么样吸引更多的人才能够到台湾来，而避免我们的人才不断的流失，这才是关键。朱立伦表示，台湾目前除了欠工、欠人才，也有欠水、欠电、欠地，这系欠资源的问题。这个项欠缺的问题，若是无解决，就无法度改善台湾的投资环境。人力银行的业者也指出，少子化、国家国际大厂抢人才，科技业也面临人才无够的问题。半导体产业非常夯。所以导致半导体产业大量的挖角、征才，甚至往电子产业、制造产业，甚至其他产业的征才。根据人力银行最新调查，国内企业有超过65%当地欠工。专家建议政府爱提出配套解决，像讲改善劳动条件、加强推动个人就业、加妇女的参与率等。因为2025年，咱台湾就要进入超高龄社会，若做会当善用中高龄劳动力，唔会当解决部分欠工的问题，佫会当延续企业的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金管会张义阁讲，按算今年7月初开始要增加5个禁令，所以有真侪基金会受到新的限制。目前市场的投资型保单无合规定的，嘛必须爱个重新来调整，才会当卖。为了保障保护权益甲保险市场的健全发展，金管会昨日公布投资保单的5大禁令，避免消费者投资了钱引起争议。因为以前有买过所谓投资型保单那个问题，对那个没有信心啊。我那时候第1年缴了10几万，第2年我后来发现亏损的那么多啊。有风险蛮大的，因为你投资的标的的话是会浮动的啊。金管会提出新的规定，为7月初开始实施，包含投资型保单效付的净值，若是比80%较低，都袂使过驳回资产。另外，为了鼓励保护长期投资，也是定期定额的加值给付，伫保单满5周年了后，才会当提供。另外，也佫爱限制投资型保单连接国外基金的时阵，袂当有杠杆型，也是反向 ETF。这3个草案因为它都是属于这个行政规则啦按照行政程序法是可以不用预告啊。那但是因为我们为了就是说在广征各方的意见所以我们特别把这3个注意事项拿出来预告。重新设计保单部分一定会势必造成业者成本的上升，甚至可能在
旧保单可能都做一个停卖，等着出新保单的一个空窗期，所以对业者来讲也会有一定的冲击。下半年新规定特别实施，金管会提醒，若做市面上销售的投资型保单无符合新规范，就要重新改版才会当卖。业者这边除了就要面临改版成本会较起，旧保单也可能因为安尼袂使卖，是毋是影响买起，爱去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中华的大川乡乡公所为户口设伫大川乡的乡民投保团体上海险哦，也毋过今年招标3届拢流标咯。公所是表示讲，因对2021年开始，甲保险金额一个人对50万提悬到100万哦，理赔的金额嘛增加袂少。可能加上这波疫情，保险公司因为防疫保单了真侪钱，所以拢无保险公司有兴趣来标，互因真伤脑筋。中华大川乡公所替每一个设籍伫大川乡的乡民，目前有4万人投保了乡民团体伤害保险，只要符合契约条件者，上悬理赔100万。不过这样福利有可能伫今年就要法庭，互袂少乡民感觉真可惜。原来的乡民就受到利益的损失嘛，那希望说乡长能够秉持照顾乡民的立场，赶快把这个个案赶快解决。原来乡公所为2015年开始，利用自筹财源替乡民来投保，同时只要是失灵或者是死亡者，上悬理赔金额50万。而伫2016年，将理赔条件搁再增加，分为6个月以上者4种死亡。2021年，搁加将保额提升到每一个人100万，理赔金额嘛创下新高。为2021年来讲，契约金额1268万，不过理赔金额就高达2025万。去年度的理赔金额嘛累积到1200多万，到即嘛还有17件当伫审理当中。当初承保的这条公司吼，因来这个投保是来这个投标的时阵哦，额度包括理赔吼，超过伊本身投标的这个预算，所以吼，伊本身意愿就相对的低啊。原本保障保险之外，社会公益的这个层面来跟保险公司接洽。袂少保险公司嘛向公所表示，因为防疫保单了解真惨，加上大川乡的人口老化相对较严重，理赔风险有较悬。目前公所招标3遍，拢无意愿来投标。公所嘛预算将契约金额提升到2000万，伊嘛会使用找保险公司来承担，或者项福利会使继续落去。记者中华采访报道。再来看供应家人用水的新山水厂的水管，透早5点半闭开漏水哦，造成安乐区顶5个区有将近2万户停水。自来水公司赶紧抢修，伫早起8点外已经陆续恢复供水了。透早，工人员抢修自来水公路，要伫上短的时间把停水状况解决。因为供应家人用水的新山集水厂原水管，透早5点半因为破管漏水，地区安乐、仁爱、信义、中正、中山这5个区，约2万户停水，也阁有4万多户水压降低，造成民众真无方便。早上的时候水量比较小，后来就正常了。我唔知听，几啊条个拄啊都有啊，我会知。啊，阵哪有水来啊？有水啊！经过大水紧急抢修，已经伫8点外陆续供水，也互民众这边烦恼。今天早上在5点半进行紧急抢修，那修到早上8点20分修妥，目前为止已经正常把水送给市区的市民使用了。如果地势比较高的，可能会晚一点点。因为地势较悬的所在，洪水情形可能会较慢。基隆市政府表示，已经督促水公司备好水车，随时支援，也持续关心是毋是拢已经完成复水。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月初2，台湾甲马祖的海底电缆线虽然说互中国渔船、和货船有登去，目前的通讯拢是靠微波系统。马祖的民众无网络通用，有真侪代志拢无法度做。今仔下晡，连江县长王忠民甲当地民代来台北抗议。中华电信的董事长除了会室内嘛强调讲，抢修并无预算的问题。也毋过国际海南船上紧就要等到4月20才会当来修复。点
展开购物网站等规半步，煞看到空白网页，当时的网络互马祖的民众真抓狂，受到台海2条海缆线全部断去，马祖的网络通讯进入黑暗期。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买，或者是要等到半夜网络通顺一点，才有办法上网下单。民众除了无法度透过网络买日常用品，民宿业者是叫苦连天。看3月旅游旺季要到啊，却因为网络断线宣传规个拢停，也无法度联络客户，拢总有200多间民宿业者损失严重。要拖1个多月才能够修好，连和台湾的客人都没办法接啊，没办法接，真是很多民宿的损失。当时的网络和当地居民甲业者讲，亲像甲世界失联。昨日下晡，包括连江县长王忠明，也有真侪当地民代集体到台北，甲中央抗议，因为为淡水连到东引的大马2号海缆，这个月初2号中国的渔船拖网拖转去，较无1礼拜时间，就连大马3号电缆也去互货船下定交转去。大马第4条海缆爱114年9月才会完工。目前大马通讯敢若挖靠闭环密铺系统，当地居民根本无法度正常使用网络。海缆双断对大家在通讯上造成不便，我想是12万分的歉意。那另外我要表达就是抢修我们没有预算问题，我想我们同仁非常认真的到世界各地去找船，不是钱的问题，是没有船的问题。所以我们目前争取到的是4月20号海缆船才会到。如果透过这个危机变为转机，把这个整个通讯网络这个品质做好，至少确保它不会受到影响。这是我们未来继续努力的方向。中华电信是讲，目前继续联络真侪间国际海缆船，看是毋是会当提前3月中就来到台湾抢修，针对受影响的客户会减免月租费做补偿。不过当地民众是望海缆断去这个问题会当彻底解决，莫互因变做断网的二等公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荷兰一间卫星定位 GPS 的制造商公布的上新全球塞车的指数。英国的伦敦是全球上塞车的都市，平均的时速只有14公里。咱台湾的台中平均的时速是22公里，全球第17名，是咱台湾上塞车的都市。车辆一台接一台，山顶动的速度真慢，只要到上班的时间，台中市区主要的干道拢是这个场面，通勤的时间拖真长，是真侪台中民众共同的生活经验。像我刚刚从吊河要下来，就塞车了。向上路那个 IKEA 那边，我要过来黎明路这边那个天桥下面这边，开了40分钟，很夸张，就是没办法过台湾大道。荷兰卫星定位 GPS 制造商公布上新的全球塞车指数，总共调查56个国家389个城市的塞车状况。英国伦敦是开车速度上慢城市的榜首，台中市是名列第17名，正做台湾唯一进入前20名榜单的城市。开车平均每10公里要开24分40秒，平均时速只有22公里。学者认为，台中公共运输无普遍。也有尖峰时段号志设计有问题，造成行一个停一个是主要的原因。公共运输不普及的情况下，路网不完整的情况下，交通量使用汽机车的量就会大。那交通量大的情况下，就容易塞车。它的号志怎么样来做比较有效率的设计？这个也有改善的空间。从该公司统计资料也间接显示，台中地区蓬勃发展，吸引大量车流而衍生塞车问题，更凸显了台中捷运新建的必要性。台中市府表示，这项统计数据也显示台中蓬勃发展，吸引大量的车流，造成塞车的问题。后续会持续来推动捷运建设，改善交通。记者台中报道。宜兰县今年头一届进行公寓大楼的评选，也毋过却只有17栋大楼报名。真侪大楼的管委会是烦恼讲，若是接受评选，敢会颠倒互公安检查，无通过挨个处罚。也毋过县政府是强调讲，评选只看优点，民众是毋免烦恼。不是在找缺失。宜兰县政府第一遍办预量公寓大楼评选活动，17办说明会公布评选办法。强调评选是要找出好的公寓大楼，唔是要找缺点。因为宜兰县总共681栋公寓大楼，只个那17栋报名，数量较少，和外界积极宣传做了无够。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第一届的优良公寓大厦评选让民众知道说，我们宜兰县政府真的是有心要来协助就让
大家对于自己的家园能够更美好。关府讲，评选进前拢有发函通知，不过真侪公务大楼也是担心，若参加评选会互人做公安检查，造成罚款。关府强调，评选只敢若评好的，未评歹，以后会用网络宣传增加参选。房地产的一个部分来讲，设计的一种价值会提升。我觉得我们原本做的不足的地方，也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好好的改善。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社区的特色，也可以借由这个机会让所有人去看到。关区统计，关内公务大楼上最违规的情形是囤物件，会影响公务的道行路线。关府讲，深受囤物件将是评选的重点，若做了好的有加分，希望会当提升各公务的公共安全。根据评选办法，总共分做2清组甲新秀组，前3名甲优选拢有奖金，相关的奖金有5万。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的玉里哦是全台湾甜味上大的产区。花莲农改场为着要解决欠工的问题，做真侪无人机保产来种甜味的研究哦。除了发现讲会当提高5倍工作效率，1公顷的成本哦，计使减少5000块。这是花莲玉里镇专门咧种乌梅的所在，来因过就爱伫咧稻啊挂了后，农民用人工的方式来甲补。不过，遮大的面积要补较煞，恐惊时间爱真久。莫讲是老农无法度负担，就算讲是少年人嘛是做甲腰酸背痛。要背连那一台机器背可能40公斤，后来撒的话1公顷就一甲地，1公顷大概要花个30-40分钟。但这时间不打紧，重点是劳力。为着要解决欠工的问题，还有达到自动化目标，花莲农改场正立即来投入省工机械来做研究，利用无人机啊来补乌梅啊种，安尼会当来节省人力，还会当避免种子去互鸟啊食去，收益增加5倍。机器总是投放的比人工一定更均匀，所以整体的产量来讲，在无人机1公顷是1800公斤。那如果是用我们有一个对照组惯型人工撒播的，大概是1200公斤这样。以科技解决产业问题，花莲农改场鼓励农民参加无人机啊认证考试，并且开办无人机啊培训课程，进一步来提升农场管理效率，请青农参加。因为现在人力真的不够，那所以我们就想说，好，那既然有这专业证照，那我们就去考。那既然是新产业，那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就应该要把它发挥得更完善。农改场强调讲，未来建立更加侪有地区特色作物的这款操作模式，并且推动国产农用无人机的运用，来疏解农业欠工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按说要发予18岁少年人成人的礼金。即马范围要扩大咯，19岁到21岁，嘛领会到这1200块、1200点的礼金哦。计共是有90万人会当领到。看展览、看国片、买册、买文创商品，若厝哦会讲，若属讲去独立册店来消费，可会当加发买册的礼金。书架顶悬各种书放啊正整齐，方便读者看书，也有真重的书香气氛。伫台北基里岸捷运站附近的友好书店，进前是淡水出名的独立书店，友好 book 的新4名延续。经过停业，经过搬迁，最近这几年，佫拄到新冠疫情的考验。逛书店的大概减少很多，他们会转变消费形态，但是这个转变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转变，有的人他不那么支持或不那么在意的，他就是减少去书店逛书店。对于艺文产业来讲，这3年会当讲是徛伫疫情海啸的第一排。电影表演甲视觉艺术票房流失，实体独立书店甲微型文创产业的消费人口减少，服业者敢会当欠长年度。文化部争取疫后特别条例预算，要扩大成年礼甲产业振兴策略。原本的18岁之外，19、20、21那等于4个年度的这样子的年轻人，他总共受惠者应该是有达到90万人。第二大部分呢，事实上其实就是希望能够用展演取代振兴强化展演的机会。进行振兴方案，要上文化体验课程，每合艺文团体进行真侪项演出。另文创园区甲其他的文化场所，原来有真侪展演活动。除了这以外，卫生部最近这几年18岁青少年失去毕业典礼这个重要的回忆。
今年要举办的18岁成年礼金，要加缓19岁至21岁做看店买珠的基本消费。符合成年礼的少年人到独立书店买珠，会加发买珠的礼金，提升实体书店的营运。大部分书店应该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年轻人的，只限缩到18到21岁，那我觉得真的效果更加有限了。一定会有一部分的消费在实体书店里啦，但是会有多少比例会拿来实体书店买书？业者肯定政府愿意协助基本产业振兴，不过到尾啊成果安怎也有待观察。建议相关的单位看是不是也会当扩大更较侪年龄的优惠规划，让基本产业的发展更较有感觉。记者综合报道。过去伫台湾，拢认为讲无爱读册、袂晓读册，才去做工哦。也毋过时代的改变，咱来看有一位室内的设计师江明谦，伊带一个做工的团队伫修理旧厝，嘛伫推广木工的教育，望讲会当改变大众对做工的人的印象。明仔载暗时7点半，台语台《青春咱的梦》特别带观众朋友，咱做伙来看这场做工的少年人。爱的话，等你的白胶干的时候，或者是在它干之前，你给切了前给的会使啊。因为个性好斗阵，介意甲人分享。江明谦过去就曾在伫案场带业主体验木工，这经验嘛促成伊开木工教室，嘛培育家己的木工团队，成做工师。嘛是开木工教室了后，才会去发觉到讲，哇，因对木工师傅有一种印象，感觉因粗鲁、无读册啦、无卫生、无水准啊安尼啊。所以我爱教的不只是功夫，我感觉我可能爱去教大家来熟悉这一寡做工的人。啊，即摆有一个人徛出来讲话，伊佫毋是完全做木工，即摆佫是设计师的身份。我无法度像伊安尼啊，毋过我会使甲相听嘛，嘛算尽一份心力而已啊。你即摆出去，伊可能会挑，你爱徛去为上顶悬所在。好。阿甘成立木工团队的时阵，就有招少年人加入，伊毋但鼓励团队的成员改变传统的作业方式。做下领域的学习，嘛泡木工领域对女性的印象，有招女性的木工师傅来合作。我那时候那个履历表，我设定的地区是全台湾，然后全部都投履历，问他们说愿不愿意收女生，我找了3年都没有人愿意收。你得真正要有想要做木工，有够想要做木工的，我哪会使买遐个机会？啊，人其实培训嘛真正做得最认真啊，对团队嘛真有帮助啊。即马团队成立到今已经1年，阿甘感谢当初家己下出4块仔，嘛感谢团队的陪伴甲支持，互伊相信家己，相信团队会当伫咧推广木工教育，改变工厂议题这条路一直行落去。记者台南组陈继宏新北报道。这礼拜日是国际世界海洋日，环保团体早起是呼吁国内民众嘛爱来关心北海底的生存危机。环保团体指出，讲台电的第5天然气接收站的计划，会伫台中港的附近做出一个非常大的港湾，对北海底的生存会产生正大的威胁，所以各大爱来关心。海面上出现2只浮出来的北海猪，这是生态顾问公司伫台中港外海协调画面。环保团体指出，台电为着要推动第5天然气接收站，要兴建总长3685公尺的外扩堤，会形成一个相当大的港湾。若要灭绝的北海猪无小心游入去，恐惊互因的生存歹搁较歹。变成一个么字形，假设白海豚游进来，误闯这个被包围的这个港口，其实它会迷航。就是大概进来就大概死定了。会知影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甲环保团体共同举行记者会，呼吁最近白沙屯马祖起价，大甲马嘛要伫4月了境。除了小马祖，嘛希望各界关心马祖鱼，嘛就是北海底的生存危机。目前5只要开发案犹原离宽平阶段，经济部表示，搁咧审慎评估如何避免北海底游入去。请问国营会知不知道白海豚不会转弯？在座的港警人就只要是避免，让白海豚误入的这个，看看怎么样的方式是最佳的。环团指出，世界自然保育联盟海洋海底专家小组最近注意到台中港外港区扩建的计划，可能影响到北海底的栖息地。2017年的调查估计，北海底数量大约是60只左右。环团认为，能源转型袂当无顾到环境证据，破坏海洋生态，呼吁开发案马上撤案。记者林俊文、彭耀做台北报道。
环保人士拢正关心南极洲的史威兹冰河，因为这冰河若是放弃还起，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灾难。伫这礼拜三，看伫自然期刊的2篇研究报告就指出讲，冰河表面还起的速度有比料想的还慢。也毋过研究嘛发现讲，冰河内底闭气还起的速度是真紧哦，情况共款是真无乐观。类似鱼类的机器叫做冰旗。当经过英国、美国2个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钻出来空，驶去南极史威兹冰河的冰边，或600米深的所在，研究团队发现冰边下面氧化速度比过去有期来得慢，也毋过冰河内部氧化速度煞真紧，可能是造成冰边放弃的原因。This extreme melting is happening inside crevasses and across the ice shelf in areas that we call terraces. 位伫南极西部的史威兹冰河，各方叫做末日冰河，因为若彻底放弃氧化，会引起灾难性海平面升悬。自1990年以来，已经消退大约14公里。拜三伫知名期刊《自然》发表的2项研究，除了了解伊的氧化面貌，也发现冰河上样的淡水流入海中，颠倒形成替海水隔裂的保冰层。This layer of fresh water right at the ice base that creates a very strong density gradient. And that density gradient stops the heat from getting from the ocean into the ice. 这个研究提供冰边底部氧化速度甲氧化机制相关点，对海平面升悬会当做出更加精准的预测，保证着会当保护着沿海社区，也过温暖的海水，继续互史威兹冰河消退。当年大约有数十亿吨水入海，贡献4%海平面升悬。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国际化妆品的品牌哦，因开发出一台画颜纸的机器，互手无方便的人买当轻轻松松画颜纸，甲家己增加水水。另外，画白白哦，无智慧型的器材会当使用，咱做伙来看卖。I need support to do my makeup, mostly all of it. 10 years ago, I had a stroke. Makes my life different now. 追求美丽是人的天性，不过手若无法度家己叮当的人，连嘴唇要点胭脂拢无法度。根据莱雅科技研发部门的调查，全世界差不多5000万人因为疾病或者是其他原因，造成手的功能受损。为了要让这类人也能家己化妆，莱雅这台叫做 Herpetar 的智慧唇膏机，让手无方便的人也能家己点胭脂。And the technology is for people that have mobile and motor skill challenges today. They cannot experience beauty with their own arms because of issues like stroke, like rheumatoid arthritis, like spinal cord injury. Herpetar 的原型是一台有学习功能的机器手，内面的感应器会将使用者叮当的角度甲习惯记起来，无论手安怎叮当，这个盾人拢会保持伫咧喙的所在。要用的时阵，把胭脂放入去感应器，搁接起你机器手就能开始用。是启动了，手机的 App 会自动侦测你的面型甲目白型，早期经历家己的型甲色，找到上适合家己的目白型。好了，连这台迷你的画目白机，你头下个撸过目白就画好啊。Where we could allow people to see virtually using augmented reality what the shape of the brow could be from where they are today and where they want to be. Recommend shapes based on their geometry of their face, where they can actually then change or modify thickness and arch. 自侦测、景色、甲目白型，一直到印出来，规个拢包。画出来目白无过再是靠运气啊尔。这台高解析度的印目白机。用美容顶级的墨水，印出来目白会当冻2天，用一般的化妆水就当解切掉，估计伫咧年底就当上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下晡半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4度；华东地区上低12度，上悬18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